新德县市有100外的幼教人员，今早起去到市政府头前抗议，讲政府鼓励公办民营的互助教保服务中心，事实上已经违背幼稚教育家照顾法，除了可能会严重危害囡仔的安全，嘛会影响到合法由幼教业者的权益。停止破坏幼儿教育！停止破坏！100位幼教老师甲业者2八透早来到新德市政府头前抗议，讲政府重视目前公家单位开办的互助教保服务中心，已经严重影响到合法幼稚园的生存空间。他在4楼设置这个职场互助的一个教保中心，比如说警察局啦，或者是监狱啦，或者是一些什么一些比较特别的公共的场域。那我们觉得幼教法是1到3楼是最适合孩子，尤其是幼幼班的小朋友。抗议代表指出，目前互助教保服务中心内底所规范的条件，若设置场所有安全疑虑，教师资格冇问题。幼教法的部分的话是1比8啊，那现在目前的话，我们职场互助是1比10。再来第二点就是说，我们的这个老师的部分的话，他职场互助是目前是保姆就可以担任老师教保员，但是我们的合法的幼儿园呢，必须都是要有一个幼教系毕业的。职场互助实施办法，事实上是不需要经过立法院审核评论的，只要这边备审备查就可以了。所以呼吁所有的立法院委员们，一定要为我们全台湾、全国的幼儿教育来把关。针对诉求，市府表示会甲业者的意见整理了，向教育部反映。记者刘群和新竹报道。